烦恼人伤过济，买少为着要防疫，一寡人拢烦恼买无喙安。政府即马协调厂商，逐间产量拢提悬到400万片，调60台机器，3月加生产，算算一天就会当有1000万片的喙安。另外，喙安原物料，政府嘛大型勘挂保证，讲绝对无问题。还佫有酒精含耳温枪的数量，共款嘛是继续咧点过。另外，到时阵若是咱台湾的公司要甲你咧中国的台湾人调到倒来台湾，照规定这人拢爱隔离14天。最后谈到我的同仁，讲到大家辛苦，经济部长沈荣津讲甲脑更甜。为过年到今，经济部为着武汉肺炎的疫情，喙安甲物资的调度无应该要死，不过嘛总算有成果出来啊。我们的产能重新拉回来，就是320万片，最务实。每一个礼拜 step by step 渐渐的都增加70万片。这么样的一个产能，既有的400加，这一次的600，所以就会达到1000万片的产能。民众抢买喙安，政府提悬喙安的产量，目前一天生产320万块，大礼拜增加70万块，产量会愈来愈多。加上经济部加买60台机器，达条新的产线一天会当生产10万块，加上本来就有的产线，预计3月初一天会当生产1000万块喙安。往后的1000万片大概要40吨，那国内的能力是60吨，所以不足部的产能这些都够。因为厂商的配合，做喙安的原料暂时无欠，酒精甲豆浆的数量嘛继续在点。台商甲台湾的干部敢无法度回来，嘛是目前政府一个尽快处理的问题。他们认为随时看疫情的情况，如果有必要要撤回，他们愿意配合政府的规定。来做14天的自主管理。为总统亲身视察喙安工厂，到经济部出面协调厂商配合，规个政府拢振动起来，不爱互防疫的资源，佮出现无够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